先全部听候上帝，我的祈求一对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来，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店内笑念你的主爱，一时咱要来参加，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81首，上帝一时临在，请咱起立唱首。 《
我来插。当民主第一的银光甲隆重的比赛来时，伊要坐伫伊银光的座位，负责帮帮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木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一时，王甲正面讲：“恁对我的爸得文典的。”进前来先接国，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平安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穿捌摕恁互我穿，我半暝恁看到我，我伫监内你来找我。一时伊人要应伊讲，主啊，阮啥物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穿捌摕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半边也是伫监内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你讲，恁既然行伫伊我兄弟姊彼世每一个就是兄弟我，上奉上帝话，依然咱的心，是咱车80万来好。后来，王月甲正面的人讲，来，恁遮
我赤心裸体，恁有互我接生，我看见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里，恁有来看我。迄时，伊人会应伊讲，主啊，啥物时我看到你鸟有互你食，喙巴有互你啉？啥物时我看到你做出外人有家己收留，赤身裸体有互你穿？啥物时我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我有去探你？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意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倒一节来，后来王会甲各地的人讲，恁遮个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准备永远的会面。这段的圣经，其实就是伫原日的时阵，人子过来，人子就是耶稣，所以当耶稣过来的时，就是审判的时。耶稣将这段用故事，用一个譬如去甲咱讲，去甲咱讲。因为今仔日有世界天文会，伫因所做的工内底，希望咱会当加入伫即个诚做资助人的部分所以牧师用即个做伫信义社的兄弟姊妹的一款的工课，咱做伙来分享。2004年今年是2024年，所以已经20年前。我迄阵是读新航医研究所的3年，伫台南德光教会伊赞助，去伫印度加尔各答德雷莎修女伊所创办的机构，特别是垂死之家经费所以我去伫遐甲台湾一份的志工去伫迄边所以有垂死之家、儿童之家，还有麻风的病人的所在的所在，重度残障就是已经大家拢无在啦，顶人拢爱伫倒床，互人服侍。其实我后来回想，阁有一个老人之家，老人就是流离失所，无通住，伊嘛无有亲人伫迄个中间有做7工18工迄是一个足震撼之旅因为加尔各答伫印度迄个所在，会当讲全世界的一个上界上中的所在之一啦环境迄个整个落后遐个所有的啉水等等的，所以阮咧去进前已经拢开始食迄奎宁就是咧治疗迄个讲疟疾的。去到遐啉水嘛爱足细致的毋是你买着迄矿泉水拢会使你啉，你嘛爱搁检查。你到底是尾后才装一个水，还是原装的等等我嘛捌分享过。其实行伫迄加尔各答的路中你边拢会看到迄查甫拢伫遐洗身躯毋若洗身躯连刷牙拢伫遐阁有人是一世人拢住伫街路的拢毋捌入去，拢无住伫这厝顶的下面的，所以伊伫遐后囡仔斗人斗因兜伫遐煮饭妈妈等等的所以。即款的环境街仔路面顶有猪仔，也有鸡仔，也有鸟鼠的尸体，阁有人的粪便即种物件，所以我伫遐拢毋敢穿凉鞋伫阮的进前有4工热天气阁拄着大水金水，足恐怖的水来到遮，你就会当想象迄水的物件总是。虽然足震撼的，感觉讲卫生一个对特别对台湾毋捌生活伫40-50年前的台湾，其实40-50年前的台湾差不多嘛是安尼嘛，我咧想伫我细汉的印象中间，总是伫迄个中间有一个你去垂死之家，伫伊个为着遮的垂死的人所洗身躯的所在，伊就用迄个英语写讲。做伫记忆社因兄弟的亲像，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这就是垂死之家内底查甫
的即边吼，有分查某的大甲查某的大，嘿，啊，我查某的我爱做查某的即边，啊，其实是袂使你翕相的，吼，袂使你翕相，吼，所以伫遐嘛袂使你讲偷翕吼，就是讲你无将伊全部拢来翕出来，总是阮会当讲吼，像我甲迄个下骹，我常常迄阵拢一直服侍即个吼啊，我就会当甲伊翕一个相，啊，伫垂死之家的相馆顶。啊，有一个是个，印度加尔各答垂死之家德雷莎修女是天主教的，啊天主教，啊伊故事恁会当检采做侪人知影，你会当看册啊，当看影片，啊伫这个中间是安怎？德雷莎修女伊伫迄个内面，伊会来做这个代志，因为伊就发现讲有一遍伊咧去闭境，啊然后坐火车经过，伫咧火车头有一个人咧喷，吼，啊伊就是讲我喙干。然后伊伫闭经的中间，迄阵伊伫修院内底吼是做伫迄高贵的天主教的学校内底咧教册，所以伊无敢咧围墙外口就是印度实在的，所以伫遐伊的心足冲击的。我咧继续伫学校做老师，做即款的服侍上帝的工课，也是行出去即个围墙外口，实际来面对着即个印度遮尔。遮尔贫困的所在，规个城市，就是伫个难民的中间，就是伫个迄个讲贫民窟内底，所以伊迄个人来讲我做喙干，伊过来伊发现讲，耶稣嘛讲我喙干，伊伫是日记顶内底有讲，我喙干，伫十字架最后7个耶稣说的7句话里面有一个安尼，其实伫这个垂死之家，迄阵志工我伫遐伊。我有用耳壳啊，考起来就是袂当入去访问啦，袂当入去访问，啥 no visitors， 总是伫迄个中间，除了去垂死之家，嘛有去儿童之家，一个开始试饭，也是讲开始放风，囡仔出来了，哇，爸外的囡仔，大家拢会当讲，另外一边是外口嘛，遮侪囡仔伫遐，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其实，足侪个趣味性的兄弟姊妹，伫逐世代，伫逐所在，世界的逐所在。伫这个中间，咱所以我伫遐一个做4天、18天的中间有一个足大的冲击，就是这真正做袂了呢。特别德雷莎修女伊其实无收，她没有收奉献，伊袂爱你奉献互伊。伊爱你亲自去遐服侍遐的艰苦人，伊嘛，阮伫遐爱洗碗，搁爱洗因家的迄被，家的因的被啦、等等的，拢爱用手，然后爱捏伫厝尾顶一领来用迄小毯子，摊安，所以伊是安怎来买用洗衫机就好，伊是安怎来买？叫像咱即摆病院拢有一个另外一个工厂，叫做清洁工厂来做遐个。其实德雷莎修女的意思就是讲，遮个人伊的生活的环境，伊的水准就是到遮，咱就用即款的方式来陪伴伊。所以伫伊的德雷莎修女的即个仁爱教育会内底，无有足现代的物件。所以伊伫内底伊就无洗衫机嘛，无洗碗机，伊就是用自工亲自在那边洗。我想这是伫德雷莎伊修女伊的心内底就讲，你甲遐个人共款，你着做伊的人就对啊，伊是将你，敢若讲遐个搁较高级的，也是较便宜的物件带入来伫即个中间。一方面嘛，就看伊伫遐的生活，伊有讲最微细的兄弟的心胸，就是最为主耶稣的心胸。所以咱伫德雷莎修女伫遮看足多。咱今仔日个经文，其实咱看25章，第24章内底，耶稣就伫遐讲嘛，就是这是一个末日的时阵，因为伊学生来讲，安尼世界的末日是啥物款的情况？伊讲恁爱准备，但是伫恁想袂到的所在，伫恁想袂到的时阵，人子就要来啊。然后伫迄个中间。咱看讲伊咧讲，这个末日有啥物款的兆头？有什么样的预兆？又讲着讲有足侪危险，有足侪假，亲像基督来假，就讲你着爱安怎，你着安怎。
后壁佫有讲着足侪迷惑吼，所以特别咱伫即摆这个时代，咱嘛感觉足侪迷惑的对无？即摆佫有手机，佫有足深伪，对不对？你叫你通安怎？唔通讲话，因为迄有当时敲电话来，唔知影的电话，你讲话，伊怎对你的声单录话？我唔知你有听到即种的警告。伊对你声录话，然后伊用个 AI 合成吼，到时伊拍电话，可能甲恁斗任何一个人，用你的面，然后因为有你的声，有你的声纹，然后就讲我即摆红掠去啊，等等，就是这种事情一直出来这是诈骗的最高级啦若讲到诈骗，佫愈济无所不及，无共款的诈骗的手法，对无？以前是免模仿声音，敢若讲妈妈，我伫遮足艰苦的迄若妈妈听到就是紧张的。我是你的女儿，什么人是我是你的后生，有一个妈妈伊接到，伊就足淡定的，因为伊也无生后生，所以迄是讲我是你的后生，伊讲我紧啊，看你要安怎，你若处理拢好，一听就知影假所以伫即个中间，足侪迷个伫咱的内面。过来，耶稣佫讲有战争有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兄弟姊妹，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时代有发生？有发生啊！至少即摆咱看一直咧持续下去的，就是乌俄战争，佮有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即款的冲突。这个冲突已经引发世界各国伫迄个中间讲，我到底要徛哪一边啊？所以你基本加的这个是预兆，这个是伊的迄个讲，底下有一个迄个讲上顶，有咧讲，过来就是多处必有饥荒，有了落的所在，佮有地震。来讲到地震，咱佫愈知影，因为台湾04、03，4月初3，才有一个地震，而且迄余震不断。所以伫即个24章的中间了后，耶稣就讲天国亲像啥物？伊了后，伊就讲天国，讲天国亲像啥物？伫即款的预兆内底，迄个中间你爱有准备啊，爱有一个准备。又讲到10个在线路的比如，5个是安怎？5个是武功的，5个是巧的，即巧的安怎做？讲的安怎做？咱看圣经内底比如，就是迄巧的伊有准备油，5个伊就准备，干那准备遐个，伊无搁另外准备。所以当新郎来的时，敲门的时，大家拢困清醒，了后伊就对会来点，看者就要出去啊。结果迄个武功无搁准备油的人，伊的油一定无啦。讲恁会当做一寡好啊，讲袂当的，然后我教我你所以伫遮在咱讲。伫即个尾后的末期的时阵，世界末日就是伫主耶稣要过来审判世界的时阵，咱要有准备心，咱要有准备心。过来就是有一个爱的才干，叫咱所领受的来伫遐要来服侍，毋通藏起来，这就是一个忠心啊，这就是一个忠心。其实伫昨暝，昨尾仔迄个。咱的姊妹教会、谢乐邦教会的刘乐之书来咱教会所以有送一寡因的规则书。伫即个中间有讲到传道，传道因暗就打电话来，伫遐我就有互相祈祷，为着伊需要祈祷，为着我，我就讲为着教会伫5月底要来选长老甲这事等等伫遮我讲其实需要搁较济人做来服侍。结果你甲我讲啥？爱服侍无服侍，因敢无感觉讲无服侍袂有啊吗？我听一个。这个传道真有地位啊！你们都不会觉得不服侍要抓紧时间服侍，不服侍的话已经没时间了。就是这个，他一直讲，我就想到说，那怎么跟我讲到要讲的是一样的？因为已经到伫这个世界的外期啊，足侪所在拢有天，拢有地动啊，足侪所在。拢有咧讲伫遐咧战争的中间啦，你敢无感觉讲要服侍主拢袂有啊吗？抓准这个时间，爱有准备，爱有忠心啦。这就是到尾后就是咱今仔日这个英文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等真主要来的时，阴更的时，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了。耶稣就来了，耶稣再来，耶稣他在什么时候？
离开咱诶，就是伫大概就是2000年前嘛，对无？佫活嘛，吼，伊佫活了上天，伊讲伊要佫来，伊要佫来，所以伫遮讲，当伊要佫来诶时，所以耶稣因甲咱讲啊，当伊佫来诶时，伊要安怎？将万国万民叫来到伊面前，然后伫遮用一个比如讲，亲像绵羊甲山羊共款。啥物是绵羊？绵羊咱知影就是安尼较温顺啦，山羊吼有一点仔较高悬吼，伫即个中间伊用迄来比喻。绵羊代表就是义人，山羊咧代表就是遐个邪恶的人，遐个邪恶的人伫即个中间。所以讲绵羊。是安怎？才会当入上帝的国，会当入去伫恩典的内底。因为我枵你互我食，我嘴焦你互我啉，我做人客的意思其实嘛有一点仔讲流离失所，流浪伫外口的时，你互我带，我赤身裸体无通穿的时，你互我穿，我破病，你来看顾我，我伫家呢，你有来。看我，你有来探我，兄弟姊妹，耶稣讲遮个了后，伊讲你说伫距离谁的兄弟的心上，就是做伫我的心上，因为迄个时阵，即边的义人绵羊讲，啊无啊，我无错你啊，我拢无看到你有发生遮个代志啊，你哪会讲我有互你穿呢？你哪会讲我有互你食，我互你啉，我互你住，我有看过你，我有去看你，伊讲毋是。你做伫最离世的兄弟的一个心上，就是做伫我的心上。所以兄弟姊妹，咱最离世的兄弟伫倒位？咱最离世的兄弟伫倒位？检查你袂当，亲像我会当去到伫加尔各答，伫印度，伫迄个尤其宋央尤其一个贫民区，甚至埃及所在，我相信拢有贫民区伫迄个中间。伫遐做迄款的付出、劳力的付出，伫遐个使，总是今仔日互咱知影，世界的蒙会，因所做的就是做伫上界离世兄弟姊妹所在，伫遐帮助，特别是伫全世界遐个无在了无遐个囡仔会当来受教育大汉的所在，伫遐互咱会当诚做一个资助人。就是一个来帮助因，一个月用少的一寡钱帮助，互遮个囡仔受教育，到伊18岁的时阵，伊伫教育的中间受教导。特别较特别的，就是讲因即个本来世界的盟会就是一个国际性，一个国际性的机构。伫即个中间原本拢是。毋是干那基督徒尔，全台湾拢会当全世界拢有咧找资助人。这一次他们有一个叫做chosen，就是精选，互迄囡仔会当来精选。特别这个chosen是针对基督徒，就是互基督徒会当互遮个囡仔诚做朋友。咱既然是基督徒，咱就会当来为伊来祈祷。有一天我伫阮姐姐因兜，当我的骹艰苦，伊咧照顾我的时，我就。伫遐咧找头毛，我看，看到一个囡仔的相片，我想，迄个囡仔的相片，我想当然而就是想讲是因的孙啊。结果佫看仔细，因为我挂目镜咧找头毛，伊孙啊，哪会变做？毋是只有面头啊？我想，我就做好奇，我就来看，咱一个囡仔有即张，我仔细看才知影讲，这就是伊伫世界展望会。伊所资助的一个小孩子，安尼，伫迄个中间，我就看到迄个囡仔，有写讲，会看到伊的相片，伊看到伊讲，伊的笑容，伊挂咧，伊感觉足大。迄个囡仔来写讲，我今年7岁，然后我上爱粉红色，我来帮忙妈妈做家事，伫即个中间，讲介绍甲真清楚。然后就伫迄个内面，我讲大姐，你知影伊讲伊是做啥以前伊就有资助一个，这是第2个。过来伊个答讲，咱弟弟嘛有啊，尾后我佫听另外一个牧师讲，伊的囝子也有资助，迄个囡仔尾后伊甲伊讲，我即摆已经几岁啊，等等，我会感觉讲，
虽然咱袂当亲自去服侍伊，但是透过即个世界顶奉会，因做即款的计划，你会当用淡薄的金钱内底，你会当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做伫上帝赐予世间的姊妹的心上啊！所以啊，弟兄们，这是主耶稣所在讲，我后当我来的时，我毋通看讲你有极有信心、极大的信心。伫这个极大的信心内底，嘛要看出你的行为，要看出你的行为，你到底有安尼做无？你有用一个真实的正心，然后做即款伫赐予世弟兄姊妹的心上。最后，牧师要邀请咱来思考，你愿意做伫主耶稣的心上吗？我想咱大家拢做过意的，但是这有一个传承。主耶稣讲，你假使若愿意做伫我的心上。请你就做伫迄个至于世的心上，做于世的兄弟姊妹的心上，哎呀，真欢喜！咱今仔日会当透过顶牧会来甲咱介绍因的整个的计划。咱定定讲，给他鱼吃不如怎么样？教他怎么钓鱼，对无？所以我嘛有了解，顶牧会其实毋是干那一直资助尔，伫迄个中间伊嘛有共款有迄个人员伫遐。我嘛讲，即个受资助的地区，伫迄个中间，也会当家己学习啥物款的代志，互因学会钓鱼啊！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真有意义。希望咱大家拢愿意来响应啊！愿意来响应。咱先三个来祈祷了后，我就请顶牧会的兄弟来报告。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献上感谢，感谢你，互阮会当生活伫遮尔无有啥物欠缺的环境内底，一个台湾也已经真进步的国家。主啊，阮看见你讲，要做伫迄个赐予世的兄弟姊妹的心上，就是做伫你的心上。主啊，求你来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毋但台湾，伫即个国外。也有侪的所在需要有人帮助，主感动阮的心，用你的信心感动阮的心，互阮愿意有用淡薄的金钱，阮就会当帮助遮个人，因的生活改变，因的生命改变，甚至是用阮诚侪你的囝儿基督徒的身份，为着遮个来祈祷，因毋但是接受着金钱的帮助。因的生命也会当来认捌主耶稣，得到翻转。感谢主，主啊，阮实在是也是美色，总是阮竟然是无欠缺的，愿你来带领，也愿你来束缚，互阮诚侪迄个会当帮助别人、祝福别人的管道，透过阮，互人会当来得到助力的稳定、听甲福气。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我请人工来报告吼。即大家平安。我是顶牧会人工，我叫方怡。今仔日真欢喜会当大家台湾世界顶牧会来甲咱教会来大家分享即个初晨的时间。我家己也是伫基督教会家庭内大汉，所以今仔日虽然是我第一届来到无空教会，但是今仔日大家甲十个做伙来，我感觉亲像转来伫家己教会共款安尼的亲切。我想要问大家，伫我要分享这想要问大家，伫我来到教会之前，你捌听过世界顶牧会有当下这个也是大家知无？比例很高，就像大家，过去你有可能是伫你的读册的时阵，你可能透过3个点钟的印象的体验，叫1、2、3、4话可能你原来就是一定是阮顶牧会的教育，有可能你过去也有看到咱战争的需要，一定是阮的准备的。真感谢今仔日当来到教会讲报告顶牧会无共款的时间。虽然有真侪兄弟咱听过顶牧会，但是我想要简单来甲大家介绍顶牧会是安怎来成立的。有一个罗伯比尔斯牧师，伊伫全世界大战的时阵，伊来到主的这个所在来宣教。迄
迄个时阵就是国共内战的时阵，伊伫街仔头看到真侪囡仔，因为战争来是去北部无路无厝伫街头来流浪。伊看了真艰苦心，所以伊就将即个囡仔安置伫教会朋友的厝内，伊家己会跟伫美国向教会来开始为即个囡仔的需要来募款。这就是展望会会来成立的上头起心的一个起源。包括每个圣母是有一部祈祷，就是愿互上帝艰苦心的代志下我艰苦心。这部祈祷一定是展望会全球所有的人间一直遵守的一部核心的信念。展望会到即阵已经是真做全世界，应该说全球上大的基督教的一个应该是社会福利机构。伫台湾展望会来到台湾伫1964年，所以到今年已经是60年，已经是人讲的一家子。这60年，咱会当回想一下，咱若是咱教会当中有较严重的长辈，咱来想看卖60年前，咱伫台湾到底是啥物款的处境就是迄个时阵台湾了有真侪需要的欠缺。我的爸爸今年74岁，伊常常甲我分享讲，伊细汉的时看到韩之枪就想要哭，为虾米？因为迄个时阵虽然我阿公真精彩，但是因为厝内囡仔足济，所以呢，伊无法度每顿拢有食到白米，所以常常就是食韩之枪。所以咱会使想讲，伫迄个年代，其实咱的资源拢真欠缺，所以其实有真侪囡仔伫迄个时阵是。来有国外的资助，有国外教会，美国也是欧洲的教会行者来帮助咱国内的囡仔。一直到1985年，台湾迄个时阵经济开始转变，咱讲的经济起飞，厝内几乎大家都是小型的加工厂。我厝内我细汉拢来做过所谓的家庭代工。迄个时阵大家经济开始转好了，咱台湾就来接手来帮助咱家己。咱家己来帮助，咱家己国内囡仔，咱就无搁靠外国的帮助。一直到1990年，台湾不但会当帮助咱国内囡仔的需要，咱也有迄个能力将这份钱来关怀着伫外国搁较需要的所在囡仔的需要。今仔日我上重要是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展望会上核心，就是上顶紧的一个。计划时间就是叫做资助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透过每个月的700块，无人问讲，700块合因讲会当做啥？无毋对，伊无法度做啥。我的同事咱去过金华区，伊去一个中定的国家，伊讲伊早起起来想要去买一杯热咖啡，但是无通买。就是讲有真侪咱所工作的社区是国家，因是无法度有消费，伊就算有钱，伊无买袂到物件。所以这个700块咱是安怎做？咱一家大家700块结合起来，来帮助一个社区。首先改变伊个就是讲爱孩囡仔伊当有食饱，有营养，过来就是改善因的医疗，甲因的水源，身体的水。囡仔有健康到迄度去上课，开始有教育，过来就帮助这个社区会当来家己有家己的社区的发展。展望会是一个计划区，差不多是10年到12年的期间，咱毋是一直讲摕钱，讲伫一个社区一直来帮助。展望会是会离开的这10年到15年，等到因会当开始自立的时阵，阮会最后就会希望因会来运作这个社区了，阮就离开。咱会说为虾米会是这10年、20年？因为咱若是看咱即阵若是帮助一个囡仔伊8岁，10年了伊就是18岁。伊迄个时阵，当伊有迄个营养的健康当读册，伊10多岁时阵，伊会常做社区的，有的可能常做老师，有的常做护理人员，有的搁较有的常做这个社区的牧师、牧师。展望会最后的目标更能甲福音传递伫这个社区。大家会当培育家做主做，咱会当透过培训来家己关心，会当伫厝内家己礼拜时，大家来替伊，伊就是咱厝内的一个成员。
伫以前的时间呢，其实都一直咧思考，其实用全球的经济，其实开始因为疫情关系受一寡影响。我若咧思考讲，咱秋生这个计划是安怎来有无共款的伫祈祷当中希望上帝咱有一个转变。伫祈祷当中我若是感觉讲有一个感动。过去咱拢是每个月700块，咱会使来选择讲，我想要，我可能交一个查某囝，我想要选一个查甫囡仔来帮助。我有可能我想要较介意非洲的囡仔，也是亚洲的囡仔。过去是咱会当来选择咱要帮助啥物国家、啥物性别的囡仔，但是我希望这个机会交予囡仔的手中，因为伊有可能一世人拢无一过有选择的机会。咱再来透过一个影片来了解啥物是修正。一个选择可能改变一切吗？今年资助儿童计划改变过去由资助人选择儿童的方式，将选择的权利交给孩子，让孩子第一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资助人。在影片中，我看到孩子在选择资助人的过程，看得很感动，也有好表现。看到他很谨慎的去选择一个他所期待的人，然后拿下照片，露出笑容，把他们完完全全的交给你。我们大人常说要给孩子一些基本的权利，但是为什么是给他们，而不是他们本来就有这个权利？那我这次选择修成的这个，我其实带着兴奋跟期待。我其实很想知道是哪个孩子会选择到我也可以那个勇气，可以陪着那个孩子一起长大。有冲动，有感动，就要很兴奋，因为我会成为一个孩子生命里的重要选择。我是为了生命，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求生，从台湾到世界，就从一个选择开始，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囡仔一个选择的机会。我有一个8岁查囝，伊今仔日无是去上主日了。伊每礼拜要去上主日了，是因为我拢有甲教讲，咱家己教会爱穿真较正式的服装，爱穿花鞋，爱穿一定爱穿帽仔。所以每礼拜伊就徛咧伊的窗厝咧想讲妈妈，我今仔咧毋知要选对一领洋装来穿，我今仔咧穿对啥领仔较好。其他伫教会进前，我就去食早顿。伊也定定咧想讲，我今仔要食蛋饼较好，还是要来食主食？我想咱的囡仔会可能做阿嬷的，阮知咱的孙有真侪选择的机会，有真侪玩具、真侪册，也真侪资源。咱即摆拢做听囡仔，拢生了少，所以咱的囡仔伫台湾真正真幸福，因为伊每一工有真侪选择的机会。但是呢，伫国外国家囡仔就无遮尔有选择的机会。我想伊若是有选择的机会，应该会想要生伫咱台湾。伊可能袂想要生伫乌克兰，还是咱个墨西哥有战争的国家，有可能想要生伫经济条件较富裕的家庭来出世，但是伊往往无即个选择的机会，因为是啥物呢？咱看到画面当中，有的囡仔伊无法度想要去读册，但是伊无法度，因为伊厝内为着厝内每一工要啉的水，伊必须逐工来河里找水源的路源地。可能伊一工爱开4、5点钟，就为着要找水、挂水等伊的厝内。看到有的囡仔，咱会看迄甘蔗有迄查囡仔，有可能伊必须甲伊的姊妹来轮流，一工去。若是这去甘蔗园做工作，免会到后去读册，爬顿工要来上班。因可能会想要讲，我想要大家拢去学校，但是因为生活的条件无法度，还是拢会晓受教育。佫有看到有的囡仔伊无法度选择，因为厝内就是已经无物件来好食，所以10几岁的查某囡仔袂成年，佫囝厝内的人来嫁下，可能比年中足侪个囡仔来遮做义工生意。伊若会当选择，伊可能会想要早结婚，应该会想要继续读册啦。所以我想希望兄弟会当互囡仔有一个选择的机会。首先，咱来进行的，咱接续过来用影片来同大家做一个介绍。
秋生的活动当中提过来的相片，送去伫咱的计划区。这是上头第新闻应该是第一场的伫台北的一教会议第一场来响应这个秋生计划。迄天真侪会友来回应阮对这个计划刚刚真有开始感觉讲，这个计划互阮真有信心。计划规个刚刚伊就会布置，将大家相片播出来。其实家长对囡仔更较期待，因为伊知影要回来甲伊的师父会对伊的师父带来真侪的帮助甲改变。所以你嘛，甲囡仔拢做伙来参加这个活动。你会当看囡仔的清茶，因拢是甲厝里上水的迄阵清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有囡仔穿短衫，但是有囡仔是穿风衬衫。咱今仔日来到教会是伫周报当中，拢有摕到一张回应单咱讲有啥这无摕到的，应该拢有伫咱的周报内底。咱回应咱若是有感动，你想要来回应这个秋生这个计划，咱会使伫礼拜线来去伫咱这学堂的这个空间，咱有当刚开始讲来合作，大家来写这个填写这个单。咱会将单会当交下咱的工工了，但是确定你的资料填写拢无问题，就会来到咱的摄影区，就是咱的教室内底、副堂内底来翕相，我来帮你翕一张相片，这就是要传去伫计划区来邀请囡仔来选择相片。接下来，阮会将大家的资料、相片送去伫各个计划区，来邀请咱的囡仔来做选择。当然选择了差不多这个往返就是这过程差不多是爱2个月的时间。2个月了后，阮就会带着这资料，搁转来教会来办这个揭晓派对。咱会当看到其实咱伫教会当中，其实做侪件这伊拢真期待，期待到底是做一个囡仔选择咱来看到因拍开的迄个瞬间拢真欢喜。有诶真多侪讲拍的迄个瞬间讲，咱感觉像阮家己厝内的囡仔，像我的妈妈无伫，我的母亲是第三教会，我的妈妈无做一个囡仔，是一个查囡仔选择伊拍开的迄个时阵，伊讲这哪会感觉我的孙，就是我爬过迄个查某囝，目睭大大蕊，两个生人真共款，只是回路的先无共。你会当从拄则牧师分享的，咱会当伫资料内底看到囡仔为虾米要选择伫基本伊的资料。除了伊的资料了，每一年你也需要伊伫过年过节伊也寄卡片来互咱大家，你会当了解伊每一年的成长。特别要甲大家讲的是讲，咱这个就到各位敢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其实这个时间嘛是看咱听者话，听者嘛是讲，我都只是。一年嘛是会使，咱若感觉讲，咱做1年了我感觉我甲伊真正是迄个感情，我想要继续帮助伊，咱也会使继续帮助到这个囡仔，伊自立，就是讲有可能伊从国外计划8月过囡仔有可能3岁，伊就已经大汉会当食头路，咱就会停止这个帮助的关系。所以这个时间是咱家己来决定，但是我希望是上少是1年。咱会当啥物人会当参加这个秋生的计划呢？有人讲，我去教会有中就讲我已经遮老我刚好，我讲其实咱无分，咱无分咱几岁，咱囡仔会使参加
咱的教会来当参加，你会当是伫个家庭来参加，也有教会青少年团体做伙来帮助一个囡仔。你无当一个人帮助一个2个3个，会当就是讲，我若感觉我的经济负担较大，我会使邀请我的兄弟，也是我的就是朋友到店来提供一个囡仔。我要甲大家分享有2个故事，这是第1个故事。咱看上面当中这个姊妹叫做安丽。安丽甲咱教会青年同款，其实还无是伫主日学来大汉，一直到青少年团体，伊大概即摆是社青，伊也有教会也有主日学的学师，也有敬拜团大汉的学师。伊伫大学毕业的时阵，伊决定要上台，伊家己一个毕业礼物，就是家己这个求神计划。伊家己了后无偌久，2个月了后就收到，搁8月久的寄来通知，就是伊的囡仔已经选择伊啊。伊拍开的时呢，收到这封批。这个囡仔甲伊讲我选择你，因为你很漂亮，你是水的。我大汉了后要请做好基领导。伊看到这样，伊目屎就流了。为什么伊目屎会流咧？咱大家叫着安尼的工作啥物？对，伊是护理人员。伊毕业了后去伫草屯疗养院来上班。迄阵伊就是算第1份工作就是去到草屯疗养院。草屯疗养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讲菜鸟你拄入来你会使选病嘛。那一般的人应该想讲你来选一个较轻巧的，莫遐挑一个病吧。但是安尼伊家己会，互你比如讲，啥物所在欠人手或去啥物所在。我想这就是咱教会一个女细汉对教会的爱，伊通培养伊心爱有一份上帝的听解伊拢知，所以伊感觉讲，伊要去到上需要的所在，所以伊去派伫男性及重症病房，男性1级到重症的病房，咱。朋友当中，若是有互你有紧的拢知，这份工作是有偌挑战的一个工作。对一个拄毕业的查某囡仔来讲，这个病人常常发病的时阵会来讲起，伊就要去爱去压制病人，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是会受伤。所以伊伫这个工作内底时阵，伊常常打电话甲妈妈讲：妈妈，这份工作敢会遮尔困难，遮尔挑战。伊甚至伊甲上帝祈祷讲出来，这敢是你爱我来行这条路，其实想要放弃。所以当伊想着这个囡仔来讲，伊大汉要诚做护理人员，伊感觉这是上帝对伊的回应。伊讲因为这个回应，伊感觉伊必须爱诚做这个查囡仔的模范，所以伊袂使这么简单就放弃这份工作。所以虽然到即阵已经2年外，虽然你也是伫这个工作当中，也是感觉真挑战，但是因为这份远方的这个女孩，资助这个关系，伊会当一直分摊过。当伊拄着困难时，就甲伊讲，伊袂使轻来，就是来放弃这份工作。第2个故事是咱分享一个教会平安日，咱会当对上面当中会使看。伊甲咱生了相关较无共，这位兄弟伊是脑性麻痹的患者，伊的工作是伫街仔头来收资源回收、收回收。当阮记得伊的教会时，嘛是共款来做小城事工的分享，过后伊也来到咱的服务台讲，伊也想要参加这个小城的计划。其实伊来也未来是乡亲推广拢啥会好势。但是伊有即份疼惜要来回应，所以伊就共款去献上，共款交阮的同学来合作，交了伊的资料。阮就咧想讲，到底啥物人会来选择这位兄弟其实我嘛在想讲，爱家己来回想，这位兄弟因为伊的外形，伊伫伊的读册，也是找头路的当中，应该毋是大家心中第1个想要选择的。像讲咱若咧读册，咱若咧找同学做伙合作，咱一定想要找一个较厉害的，咱若是做工作同款，咱拢会希望讲，甲咱做伙共做伙，也是做伙做的，会当是离较好的，咱会当互相甲代志做啊好。所以应该是毋是大家心中的第1个选择，
但是伫远个所在，有时你上边个小女孩，伊就选择咱个这位兄弟。伊甲这位兄弟讲，我真介意你个笑。我想这位兄弟一个月700块对来讲，毋是伊有损的。因为我特别有去查过，若是伫个人户，就是你是一个人伫街仔头咧收回收，一工差不多是收入是180块，这是平均值。所以一个月700块对这兄弟来讲是其实是有负担的。但是伊也愿意，因为伊知影上帝听伊也愿意甲这份听来听这个选择伊的这个查囡仔。教会长老嘛真鼓吹，因为教会长老即是就讲伊兄弟有这份贴心，伊嘛真感动。但是伊嘛真烦恼讲，伊700块对来讲敢会有困难，所以伊若偷偷伫私底下讲，若是这位兄弟伊刷落来几个月700块有困难，因有几个愿意一人可能100块来成全咱的兄弟这份贴心。但是若是两年要快3年，这位兄弟的每一个月的这个资助才700块，伊拢随时交教会的干事来转交给教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互阮真感动的代志。每一个教会其实有真侪真水的故事咧发生。接续咱来透过一个影片来看，有一个家庭因来分享因所生计划当中的感动。这个查某囡仔是李安，伊目前是10岁。伊小小年纪离厝内，伊爱到在因厝内到做生意，照顾弟弟妹妹。伫因的社区家己展望会的帮在的社区进前，伊每一工都是同款爱去换水，海咱看到伊换水，还讲下面，就是无说拄则讲的印度。伊拢爱确定讲迄个水是原装的。From I think to me that phone, customer now, customer now, what can I do? But I think it's some kind of很酸。我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真的希望可以给一些帮助。尤其不知道怎么说，心里还是很激动。其实我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笑容。我觉得他笑得很灿烂，然后是那种很真诚、发自内心的笑。那个真诚的表情，让我看到的那瞬间是很激动的。孩子伸出手，然后就是拿起我们的照片当下，他说很期待跟我们成为一家人。而在他伸出手选择我们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是一家人，很欢迎你的加入的感觉。
是一份甲上帝感觉的一个服侍。啊，毋茫吼，咱伫教会当中，咱会看到真侪美好的故事。我毋茫这美好的故事，这美好的祝福，毋是干那我是别人的教会，另外的教会，我毋茫会当发生伫咱的教会。最后就是邀请咱兄姐来做伙参加这个事工甲上帝同工，做伙来享受这个囡仔的同在。毋茫这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愿上帝祝福咱大家，谢谢。咱们来那个是信息的文化的一首，咱拢真做一个人，真对的。
日的天气，22马台后边25章40节，请咱这位来准备，请。我被定义后，我实在我另一个人我第四就是我被定义后，我实在我另一个人我第四就是我们用和合来念4期。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咱就跟苏丹的苏丹比咱长时间有咱的反纲来看，咱的追求的是啥物？咱就跟话咱咱嘛请这来看，咱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日欢迎台湾世界咱展望会到咱的教会来做成。评选的文档，看见囡仔的选择的自家分享，邀请这来关心来到甲上面，透过做成计划，互咱囡仔来选择伊的主人，先评选咱也做祝福囡仔的互咱甲头对对，对台湾到世界对一个选择开始，咱在这里为着咱母亲节甲分礼拜。只有纯礼拜，这间要来建时间，咱在场的每一位妈妈一份礼物，来表示对母亲的敬意。下次咱礼拜中要来颁发祝福金，单比咱教会后面的过来，教师请领奖先出席。第三，今仔日咱礼拜了后，要来邀请中会甲小会，咱怎么说？今仔日全国跟教会为着就是主力是咱就是今日下晡2点半，中中妇女部妇会举办小妇会妇会，下晡5月10号拜五双联的3中会，请有报名的来选好150教会来出发。第六，中华妇会5月7号拜日早起10点，要来调比会。会议伫咧会馆教会，咱分掌拜时8点到礼拜，伫咧即时的路上，咱统一车到7点40来出发，欢迎来参加。第八，中华妇会圣神感恩节会联会，5月17拜五暗时8点，伫咧会馆教会要来鼓励，请咱伫会技术因分指示来报名。第九，中华城市祭坛祈祷会5月19拜下晡3点，本会来鼓励，欢迎来参加。中中妇女部来举办健康营养讲座活动，保佑健康者，时间是5月15拜六早起10点半，地点伫咧下港教会，费用是免费，咱报名咱的许多娱乐来报名。第11，注意2月拜六要来举办庆祝户外的活动，地点伫咧嘉义的3以下的观光农场，咱请环保，请咱校长听及事务来议题事务来报名。咱就过第5面，第12，咱大会第一主理要来举行洗礼，欢迎来报名参加，或者要报名的承办人，先来先预洗礼，洗礼报名的照报名洗礼者时间来安排。补充就是讲，咱圣道班教会、新门教会咧，昨暝摕孙仔来教会，昨暝无来无摕到的，听这
咱的礼拜结束，咱去交边仔内底，来倒数嘛，第一，求助长官，为着看咧地方乌俄战争、中华战争、台湾的民兵来指导。第二，求助福建转化正教会、教务圣光教会、甲本会也是指导上。第三，为着本会5月16日召开临时的会议，来选举第一任的长老甲执事来指导。第四，请为着身体健康的学者来指导晋升岁月，咱的银行义务黄伟国、罗俊勇、蔡子航、施伟坤、张安义、刘玉峰、廖胜哲、郑义国、施庆发、赖金伟、方丽、夏丽、谢金马、林美华、杨桂花、谢淑贤、黄小豪、张淑珍、于世彩文、谢瑞玉、刘兰图、王牧师，咱个会计部分后，就会当方面的期待来解决，非常不够。今仔日欢迎世界展望会吼，除了咱的主要的人工吼方面吼，伊个有带中央领导中学的学生囡仔来讲，最志工吼，拢总因有12个人伫咱的中间吼，有个人已经出去外口来准备吼，还搁伫内底请起你，我在你欢迎好无？进行遮个资助人的计划，好以上所保障好个。这是咱的上元正史第389首，多乐上帝至关至尊，请给接手。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